保七总队接到通报，和相关单位去到台中海线一间汉药房，查到这店家有违法伫咧卖西牛角，互一个钓竿的民众赚480万。特别是依照违反着野保法，甲这个店家移送法办，买这西牛角来食钓竿的民众有关也是过往啊。中医师就表示讲，这药啊若准买来乱食，颠倒有败害，甚至会中毒。保持环境活动相关单位入去到这间中药行来收索，因为因接到线报，也在涉嫌贩卖已经禁用的西牛角，而也在看到警方来啊，只讲店内底已经无伫卖啊。我这拢写出来，给你记录啦，给你看啦。对啦，这个是，你那个东西拿出来就好。环境后来提出民众提供采讲当时的画面，也才坦承贩卖事实。原来台中一个好心民众因为钓竿5升西牛角粉，会使抑制病情恶化，为今年开始向台中市海线这间中药行，前后买了6处的西牛角粉来使用，不管是无效煞来过星期。委托中央警察大学做鉴识比对，确认粉末确实为濒临绝种的印度犀牛。是第1级保育类野生动物。警方调查，也这2年以来，为这个患者身上就迄日480万，了将中药行的零售负责人，甲当时贩卖母亲，以违反野保法来上班，相关采取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并科30万以上150万以下的罚金。有中医师表示，西牛角是正规药材，主要是用来解热，不管因为国内禁用，会使使用其他药材来替换。只要正统的中医诊所，一律都禁用。就像一些那种黄连、黄芩这些植物类东西，它虽然没有犀角松那么效果，可是它配合来讲，疗效可以看得到。中医师指出，西牛角因为处理不易，而且已经是禁用，民众若是家己乌白来买，服用过量可能伤身体，用电话可能会中毒，无建议家己买来使用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